恭喜發財！阿 Ken 祝大家馬年馬上有錢，馬上暴富，馬上健康，最緊要馬上揾到靚筍盤。Hello， 大家好，阿 Ken 又嚟啦！嗱，真係捉緊珠海減價嘅尾巴啦，冇機會再有呢一個優惠嘅情況再出現㗎啦。喺未來呢幾年嚟講嘅話咧，樓市咧將會進入呢一個咧大升幅嘅市場啦。OK， 咁點解會咁講嘅話咧？咁早喺1月份咧已經出咗一集啦，話翻俾大家聽，樓市會已經回暖嘅一啲信號咧出嚟啦。12月份嘅話咧，咁就已經咧做咗呢一個600幾宗嘅幾千萬成交至到過億成交嘅一啲數據，就響翻深圳裏邊咧發生咗啦。咁而1月份嘅話咧，又一個警號啦，北上廣深4個城市嘅話咧，到而家二手嘅上海啊，1月份嘅上海單二手咧係成交咗22,834宗成交嘅，係大升咗24%啊！單日最高紀錄咧係成交1261個單位。其實呢個成交率嘅話咧，呢個成交額嘅話咧係非常之大嘅。OK， 響翻2025年啦，全年啊，上海嘅二手成交嘅話咧係去到254,115宗，係破咗4年嘅紀錄。同步啦，上一次同大家講過啦，中原城市指數嘅話咧，亦都只跌咗42個月嘅呢個停頓咗㗎。咁啊，所以上年嘅第4季嘅話，香港嘅市場咧有一個突破性嘅發展。再講香港之前嘅話咧，再俾多少少數據大家，當中呢幾萬宗嘅成交嘅話咧，咁樣向翻上海嘅話啦，甚至乎北京啊各方面其他大城市嘅話啦，深圳啊，甚至乎廣州嘅話咧，佢嗰個過3000萬以上嘅成交額係非常之多。喺上海3000至5000萬嘅成交宗數咧，係去到1131宗，係非常之犀利，過千宗成交。而5000萬以上嘅話咧，係佔咗928宗，即係3000萬以上嘅話咧，係去到成2000宗成交，係非常之龐大嘅一個數字。喺北京嘅話咧，3000萬以上嘅話咧，去到5000萬係403宗，超過5000萬成交係72宗。廣州嘅話，3000至5000萬咧，去到341宗，而5000萬以上嘅話咧係127宗成交。咁啊，深圳嘅話咧一樣都係好犀利，277宗，3000至5000萬成交。5000萬以上去到114宗嘅，延伸埋呢一個12月份嘅一個旺市，夾埋講緊幾百宗嘅呢啲全部大額成交，我都講過啦。其實經過我啲20幾年嘅一個經驗，去到一個分享嘅話啦，其實樓市由淡市轉為旺市嘅時候咧，係必須要一啲旺一啲超級成交嘅。但係好老實講，對上呢20幾年裏邊咧，我都好少佢由正市差嘅轉旺嘅情況底下，會咁濃縮。咁大額嘅成交裏邊，成交量咁大，響翻1至到2個月裏邊出現晒嘅。OK， 咁至於香港嘅話咧，個數據咧又亦都係好犀利。1月份香港5000萬以上嘅成交宗數咧，去到41宗嘅，咁其實已經係非常之犀利。香港我哋畢竟啦，比上海又好啦，甚至乎呢一個北京各方面嘅城市比較，甚至乎最細嘅深圳啦，都細佢一半面積嘅，大家要留意。但係講緊啦，我哋嘅尺價當然會貴好多啦，閒啲都4、5、6、7萬蚊一尺㗎啦。我啱啱講嗰啲成交嘅話，總數嘅總金額 sales volume 去到27億3800萬，咁其實咧已經係完全性激活晒㗎。我相信大家每日打開報紙地產版嘅話咧，都會話有啲咩一手成交啊、創新高啊，或者大額成交啊，去到做得到喺度。啟德亦都係佔咗一個好大嘅比例啦。咁啊，天晒天嘅一個成交嘅話，大家睇到攬埋都4萬幾蚊一尺，甚至乎可能低啲都要36000幾蚊一尺嘅。OK， 咁啊天晒海嘅話咧就更加貴啦，去到5萬蚊一尺都有成交到出嚟嘅。OK， 甚至乎6萬蚊一尺都做得到出嚟，咁所以其實咧好話翻俾大家聽咧，做得到呢啲價錢嘅一定係超級豪宅啦，相信大家都唔需要去到再質疑噶啦。咁而喺咁短時間裏邊爆啲咁旺咁大碼數出嚟嘅話咧，亦都係喺香港斷咗好多好耐嘅一個時間。所以如果假設大家真正想捉住呢一個減價尾巴，係要時間買嘢嘅話咧，快啲過嚟珠海去睇一睇啦。因為好多地方，譬如話你深圳又好，
上海又好，你想買個核心地方嘅話咧，可能你真係唔好介意，你未必買得起，係啦，因為真係好貴，總價好貴，因為嗰啲面積好大嘅。但係今日咧，珠海你想揾啲係核心地方，譬如話十字門又好，甚至乎啦傳統嘅南平富人區嘅話咧，佢嗰個尺價又好啦，甚至乎咧呢一個總價講緊係100萬鬆啲就起步，就已經可以買個珠海最核心嘅 CBD。咁未來嘅各樣規劃 future 嘅話咧，都會核心打造緊講緊呢一個城市㗎啦。咁所以如果假設大家有興趣嘅，2000蚊一尺到咗緊就已經可以喺珠海揾啲核心地方裏邊執筍貨嘅話咧，快啲聯絡阿 Ken 啦，我等緊你電話啦。